后来乡亲啊，你有登记去抽迄个农油券无？有抽到无？农委会发放到第二波的农油券500万张来带动买气。嘉义县农会这个农特产品的展售中心，今仔昨一天营业额就破纪录，达到10万块。另外，高雄市的农业局阁来祭出着加码的补助，只要摕这个农油券到9个农村社区旅游消费，每一个人阁补助100块。这嘛，互基山长抢的这个人潮一直入来。 没有生产履历啊！这个小姐一个手买几啊包米，这个先生嘛买几啊箱的农产品，这员工无用算数接电话，还阁随时补汇。农油券发放了后，嘉义县的农会，干那昨一天尔，营业额就破纪录啊，员工拢真欢喜。平常差不多1万块左右啊，哈，那昨天快要破10万了。国家给我们的补助很好，如果同时使用的话，会更划算，会更好。 农油券这个法，唔但带动农会生理，嘛鼓励民众去农村社区行行哩。按这个开启就可以了。用农油券买高雄基米热销的农特产品，市政府阁加码100块，等是现省350块。原本都是一些老顾客，但是现在呢，透过了农油券呢，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新客人进来到社区。已经休热啊，开家伙带出去佚佗，当着时高雄市手工农油券的商机，鼓励民众去庄脚行行哩，顺续支持在地农产品提振经济。